没有电梯那边哦，差不多你睇，你派出所打。我去黑白讲话，哎呀，你唔上去，今仔开始下晡派出所来啊。黑白讲啊，你是盖完街哦，啊，你是盖完街你就拍，我那个啊，你讲我也拍，你就讲，我就无人那个拍，啊无他拍，你哪买去？哎，你讲俩字我知。无啦，你去下，现在派出所，无啦，你讲我也拍。我讲要拜访来啦，无啦，伊手加好我，所以早你讲听啊，我老师，哎，这个我这考虑啦，我既然老监督器，我就需要台湾好啦，人看在老公时间我这样讲，那我拍，手加好了，我手加飞走啊，这个唔算就听啊，啊，伊手飞来我免甲跑，我免甲跑，我上去。那我现在可以我在做，那整六嘛，哎，有嘞，你几毛钱差不多，你几十来块嘛，那几毛钱都唔多啊，那我咱管理来一个，啊，但是电子管理落来，你话最主意是，啊，今仔我来监管那个，是蛮多啊，还惊啊，开始大家感觉多少钱我就知道开。你现在开车啊，你不开车了，开去过年啊，很多好看你开车。你讲太地，我比较干要叫，你讲要你必须要看，你爱做啊，那多难做。系啊，你更加好来，我这边搞地方就听啊，你地方就听啊，要，你来我开地，我唔交工的啊，我唔交工的啊，啊你拍一点拍清楚那啲啊，咁你啊，你更加嘅係好，你更加啲加嘅就係啦，係啊，就賺錢，你嘅老師。哎吼，啊所以個邊啊，呢個邊啊，呢個邊係點啊？你都怪。啊，我個人嚟講電視機吼，你要唔需要看，我帶回來，我拍到啲人帶回來，我睇到。喺咁看陣啊，而且我唔講時間你嚟看，唔講唔使啦，唔使啦。那我哪拍，我無啦，我別講我拍，我就唔講你嚟看嘅。你手甲好來，我袂使講你唔看，這樣我袂了。啊袂了，啊伊手甲好來，我手甲寫袂爽就錢啊，爽就錢啊。係啦，這兩件事情都變動比較，呢個喺以前看的啦，喺這裡頭啦。我拍誒個家都俾我想想，這個好些我都在內頭，在這裡啊接大路咧，啊接大路我咪成正嘛，我嘛冇呢個啊，接大路跟你講，我嘛知啊，然後而且物件是講係唔係特別，啊就唔到電視看嗰個嘅，電視就看。你回吼，你建議叫伊叫到時啊，像我即馬嘛在寫，啊，
唔啊，唔簡單啊。大哥，大哥啊，對吧？啲人嘅，呢個我真係睇過，我鬼笑啊！原來女嘅係，你知點解會行山俾人話你啱笑啦？光啲人笑啲地方，你真係邊啲關？張家口拍照咧，就冇得做啊！我傳唔嘅，今日做機啊，做表面啊，生條，你生條今日解慣啦，因為前面一層啊，睇到叫邊下段啊，邊一度啊？對頭嘅。就今日亂咩生條，今日亂啊！你前面一層，今日生條，今日亂，你前面一層。那就我咪講咯。我話講驚下啲啊，揀咗熟，有啲就鬧咯。啊，真係查定點解叫佢查定解先？睇到冇嘢啊！我講我跟第一勁。驚下喺度頭幾啲戰艦都可以啊，戰艦都可以啊，喺呢度啲戰艦都可以啊。喺呢五啦，唔使啊，俾啲軍啊。你講俾啲軍？我話講你驚喺度頭邊。喺度直頭攞啲人喺自己可以啲不同，以前出得特別高度先生，點解你咁乜知道啊？咁啊係啊，就這樣，人家說了，咱們這剛好，這這樣就兩個頭兩年了，你聽說了？就說那這個還演过算得到，不然成了非常，你们这些看。我講驚啊！啲喺國啊，自國啊，喺度台啲出頭咯，等長遠嘅招咧，等啲咩嘅？就冇見啦，你咁你冇見啦？只可以就冇見啦。就冇見啦，都驚喺前頭我怕。就冇見啦，呢個即刻就驚係自己嘅。啲唔得，本嚟乜嘢話好嘅，我成個人乜嘢話好啊？呢啲我咪啲係啊，我咪啲唔係啊。喺度攞台咩真係話，即刻點樣講啊？即刻我北會，我北大，我提升啊，增加咩先啊？都問，咁你拉即係增加啲咩先？我拉都冇乜事啊。你話等咩啊？即係我啊，我冇事。人咧問講啲係計啲衫，啲衫。冇邊一個？冇邊一個？我冇邊一個？那就我淨係講交醫一定冇。啊？邊度啊？交醫我諗啲交醫話件，交醫話件我辦法分子，係我辦法我分子教玩嘅。你現在個條件咁啊，出頭呢個條件就以前出個特別級嘅預計。交易個條件出頭啦。是啊，以前係我出個特別級嘅。你查翻埋你出個規定。你自己出頭咯，唔知邊個。你家上面肯定有啲人。個話就係講你個頭最大。